娘娘，太子殿下要替皇上去江北大营巡查，命您陪同前往呢。让我去？是啊，太子殿下吩咐说，到时候他会随护卫队先行一步，娘娘则有专人护送。哎，强公公，我能不去吗？娘娘能陪太子殿下出访，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呢。娘娘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奴才就先回去了。好端端的，去什么江北大营啊？这么快就到了？太子人呢？娘娘，这儿并非是江北大营，而是通往江北一个最重要的货物中转站。军中粮草、物资等等都是从这儿中转的。哦，哟，什么大事能捞我女神姐姐来这儿啊？随军家属身不由己。看惯了军中的装束，你这身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肯定能流行起来。流行什么呀？这种制服诱惑早都该过时了。我呀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去江北营中走哪条路啊？这条最近。那个方向能到江北营中？那个方向刚好与江北大营相反，是去往青浦的方向。坏了，我觉得这个李侍卫不对劲儿。那个方向能通往青浦吗？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条捷径。快，速速通知九王，让他往青浦方向去。是。哎，李侍卫，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按说这江北大营早就该到了呀。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冤，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上厕所啊，我上厕所。娘娘，对不住啊！姐姐，快跑！撤！怎么办？撤！快跑啊！看来九王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什么猴子？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应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哎，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丁，不辞辛苦地清洗夜壶、打扫茅厕，现在却来行刺太子妃。你既说无人指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何居心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求九王赐死。死我也会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以为我现在才注意到你吗？你到我府上的第3天，我便派人查清楚了你的底细。你是谁派来的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只是我不知道你和你背后的主子到底在谋划什么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是谁，又何必过了那么久也不杀了我？现在却来审问我。本王还有一事不明白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却在江北现了形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对太子妃下手？今日事成，我定不会亏待各位兄弟。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，现在就等候你一声令下了。今日把他们一举拿下，通通拿下，全部拿下。忍了这么久，本王就靠今日翻身了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谁还敢在我的头上拉屎？你可知道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。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。石其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
的身上。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大胆九王，原差遣下人迎赐太子妃。太子殿下，娘娘深夜流落在外，臣弟怕娘娘清誉受损，便容留娘娘在臣弟帐中休息。我的遇刺与九王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九王的人救了我。那行刺之人已经拿去审问了，原来幕后指使另有其人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还不就是刺客是我一个人审的，还没有说出幕后指使是谁，便挥刀自宫而亡了。自宫？他自宫前都说了什么？并未说出有用的消息。救火了！救火了！保护太子！保护娘娘！别过来！爸！快去保护娘娘！娘爷！快跑！娘娘，快跑！这是哪门哪派的武功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挺厉害的。管他哪门哪派，上！快走！张鹏鹏是不会水的。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2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2次偷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！时光微笑过，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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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抱紧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把这条河狗收遍了。是。这里总算是安全了。哎，醒醒！哎呀，醒醒！哎，不会是让老子做人工呼吸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傻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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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美女穿比基尼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！哎，看来是真晕了。看在你救过老子的份上，老子的基友处啊，献给你了。亲就亲嘛，伸什么舌头啊？迷迷糊糊之中，好像感觉嘴里有什么异物。我看咱们俩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继续走了。
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。我们找个山林吧，先缓一缓，恢复元气了再想办法。萌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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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啊！你不是号称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吗？你如果就这么死了，后宫的那些宫女们也都别活了。萌萌，危险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萌萌，齐胜不仅设计害我，遇刺时他也冷眼旁观，九王却舍命救我。由此看来，九王才更值得信任。要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九王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。关键是他要先醒过来呀！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！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救我，但是今天你为兄弟我两肋插刀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你要是能挺过这一次，今后我没准就和你穿一条裤子了。